好多人同我講，媽媽，你兩個女好溫馨，好融洽啊！每當聽到呢句，我心入邊都會默默笑咗一聲。現實中嘅佢哋，一係糖黐豆，一係水溝油。小星有自閉症譜系，有時發脾氣會發好耐。小葵會覺得好煩，會鬧佢。小星又覺得好無辜，因為佢係發緊自己脾氣。又或者兩姊妹一齊玩 cosplay， 小葵化妝整假髮好認真，一見到小星唔夠還原角色，又會忍唔住嘮叨，搞到小星好無奈，又會嬲住等等。總之每日屋企都總有時候嘈到拆天，真係生小對兒都唔得。但其實佢哋嘅相愛相殺係有歷史淵源嘅。時光倒流去到小星仲係2歲左右嗰陣，小星細個嗰時好鬼惡死，一唔高興就動手打小葵。我試過狠狠咁罰過鬧過，但最搞笑係個家姐小葵，次次都企定定俾小星打，真係睇到我啤啤聲。雖然細個時成日俾小星打，但其實小葵由細到大都好照顧小星㗎。小星剛出世嗰年，有晚我嚴重胃痛兼肚屙，差啲暈倒。我同小葵講，如果媽媽暈咗，記得打999，仲有幫我記得照顧小星。當時仲好細嘅小葵好驚咁講，哇！我搞佢唔掂㗎。但當我衝入廁所，聽到初生嘅小星大喊扭眼瞓嗰陣，我聽到小葵喺房睇實小星，保護佢唔好俾佢跌落地，又不斷同小星講，好啦，家姐嬲㗎啦，你唔好喊啦。諗翻起呢啲回憶，真係又搞笑又窩心。隨住小星長大，小葵就變咗小星嘅人生指導員。小星好早就玩 Roblox 上網識朋友，小葵好驚佢識到壞人，成日好似老母上身咁教佢點樣小心識人。最經典係小星小4嗰陣，小星同好朋友日日傾電話。有次2隻小學雞對性知識感到好奇又唔識，小葵喺旁邊聽到，居然主動行埋去，用佢自己好有限嘅英文，好認真、好正確咁講解俾佢哋聽。後來我同小星學校班主任講返，班主任都大讚，仲特登提早咗喺班上面開一堂性知識課。有咁樣嘅家姐，真係小星嘅福氣啊！大家都以為一直係小葵照顧住呢個有好多 SEN 問題嘅外星人阿妹。小葵中3人生最低谷嗰陣，甚至出現情緒問題嘅時候，我先睇到手足之情最偉大嘅力量。當時小星知道小葵出事，佢好擔心，好無助。我驚佢消化唔到，主動揾學校社工幫手。小星喺學校同社工傾完之後，親手畫咗張畫，寫滿鼓勵嘅說話送俾小葵。小葵喺醫院病房時，哪怕小星年紀細入唔到病房探佢，佢都堅持要陪我一齊去醫院，默默守喺病房門口等。有一次，醫院姑娘俾佢感動，通融俾佢哋見一面。一入到去，小星咩都冇講，衝過去狠狠咁攬住家姐。嗰一刻，我企喺旁邊，眼淚完全收唔到。原來喺小葵最黑暗嘅日子裏，小星用佢最純粹嘅愛，做咗小葵嘅守護天使。今日係我哋嘅小外星人小星嘅生日。今年媽媽唔單止想祝小星生日快樂，開開心心，無憂無慮，更想藉住呢條片對大女小葵講一聲多謝你家姐，
多謝你用你嘅青春同包容去愛呢個不完美嘅妹妹。雖然你哋未來依然會一係糖黐豆，一係水溝油，但媽媽知道，無論世界變成點，你哋都會係彼此人生路上最堅固嘅後盾。講到呢度，唔知大家屋企嘅兄弟姊妹又有冇糖黐豆定水溝油嘅情況呢？佢哋又有冇邊一個瞬間令你呢個做媽媽嘅一秒落淚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哋嘅故事，一齊為我哋嘅小星送上生日祝福啦！我哋下集小森林見。